台北市一间私立幼儿园逼出一位姓毛的教保员涉嫌甲真侪幼囡仔性侵，引起社会批评议论。就有一个查甫人半暝走去两间正正是这间幼儿园，即马改做托婴中心的所在，乌白喷漆写因性侵幼儿。其中一间受害托婴中心就强调，因甲涉案的幼儿园无关系，已经报案提告，要讨赔偿。警方嘛也搁咧追查嫌犯。穿乌衫短裤查甫人摕喷漆管啊，徛伫托婴中心头前，为铁门是喷袂煞，喷完一间换下一间，一直喷漆画图，两间铁门顶悬留的字句拢是共款。过白纸写性侵幼儿这个字句，当于事发现场，壁甲铁门拢留有喷漆的痕迹。两间受害托婴中心拢是台北市私有性侵案聚集的所在。我们这几天其实中心这边有发现有许多不理性的民众，他可能就是自行拿手机守在我们的中心的限制，但本中心系新成立之中心，与幼儿园也没有任何的关系。代志发生的托婴中心透过律师澄清，甲原本的幼儿园无关系。目前已经报警提告损毁，要求赔偿。警方无排除作案查甫人不满，属以为姓毛的教保员涉嫌性侵威胁超过20名的囡仔仔。18透早点话，伫台北市信义区对两间托婴中心动用私刑报复。他会觉得说，你们法律这么慢，法律都不会动，然后我今天呢是帮你执行法律，我还有错吗？他心里头会这样想。所以其实正义魔人很多时候都会站在一个自我的一个自己认为自己拥有执法权的这种错觉认知上，是伸张正义的使者。涉案人目前还未抓到，是受害者家属，也是第三人犯案，还佫等警方追查。有学者分析，嫌犯心内存在家己认为的证据，只是对案件就算有较侪不满，也无建议用私刑报复。毋若自身面临刑责，若是任由这种行为发生，恐惊也会冲击司法，和法律制度亲像有敢若无。记者综合报道。